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星座對碰係天蠍座對金牛座，一個深藏不露，一個穩如泰山。當天蠍遇上金牛，到底係力量嘅結盟，定係各自堅持己見？佢哋都係唔中意表態嘅人，但係就偏偏有種唔肯退讓嘅執着。究竟呢個組合會產生出點樣嘅化學作用呢？喺愛情世界入面，天蠍同埋金牛，當兩個都唔中意將愛掛喺嘴邊嘅人相遇，到底係會激起一種真摯嘅共鳴，定係會陷入一場沉默嘅互相試探呢？匹配度78分。天蠍嘅愛好似一口深井，寧靜執着，但係就充滿住情緒嘅漩渦。金牛嘅愛就似一片厚厚嘅泥土，慢熱穩定，絕對唔會輕易動搖。佢哋都唔中意高調示愛，亦都唔熱衷曖昧遊戲。但當兩個人嘅眼神交流嗰刻，情感已經喺無聲之中開始流動啦。佢哋之間嘅唯一障礙就係兩個人都唔會主動低頭。一旦出現懷疑或者誤會，呢段感情就好容易陷入沉默狀態，甚至乎就咁樣就無疾而終。當兩個唔擅長交心嘅人成為朋友，天蠍同金牛究竟喺呢段沉默嘅友誼入面可以建立互信，定係始終都存在住距離呢？投契度72分。天蠍同金牛都唔算係熱情健談嘅類型，但佢哋都好擅長觀察同埋記住一啲細節。啱啱開始相處嗰陣，可能說話唔多，但彼此之間嘅信任就可以喺沉默之中慢慢累積。佢哋都好重視承諾，亦都習慣咗慢慢去投入，唔會輕易放棄一段友誼。但問題在於兩個人都太過有主見，太過固執，一旦出現誤會，冇一個會輕易主動作出讓步。呢段友誼喺無風無浪嘅日子裏面，尚且可以長期維持住，而且非常穩固。但係如果佢哋之間有過任何嘅裂痕產生，咁復原嘅機會就比較渺茫啦。職場裏面嘅天蠍同金牛，兩個做事都講求穩定。當講究原則嘅佢哋要成為同事，佢哋可唔可以成為一拍即合嘅黃金拍檔？定係因為毫無默契而各走各路呢？合作度69分。天蠍做事一向經過深思熟慮，擅長掌握大局同埋關鍵時機。金牛就講求跟步驟同規矩，着重執行嘅細節同埋穩定操作。佢哋都唔中意亂，亦都唔中意被人催促。所以某啲時候，佢哋的確可以做到互補，各自緊守住自己嘅範圍。但問題係，佢哋兩個都唔太接受人哋干預自己嘅做法。如果角色重疊咗，分工唔清楚，就好容易陷入互不相讓嘅局面。其實呢個組合唔係無法成事嘅，只不過就只適合喺界線清晰同埋責任獨立嘅情況下進行啦。當兩個都唔輕易退讓嘅人正面交鋒，天蠍對金牛，呢場競爭究竟會係一場硬橋硬馬嘅實力比判，定係一場長時間嘅耐力消耗戰呢？競爭百分比55對45，天蠍略勝一籌。天蠍從來都唔會心急出手，一旦下定咗決心，佢哋就會冷靜而精準咁瞄準對方嘅弱點攻擊。佢哋好識得揀時機，擅長佈局，冷靜與智慧兼備，係典型嘅深層策略型高手。金牛就習慣以穩定同耐力嚟迎戰，做事按部就班，從來唔會輕易改變路線。佢哋立場堅定，唔會讓步，亦都唔中意被人干涉。務實與耐性並重，係標準嘅堅守型實幹派。兩個人交手嘅時候，表面睇好似風平浪靜，實則每一步都喺度鬥智鬥力，喺沉靜之中互相拉扯。如果講掌控能力同埋節奏嘅拿捏，天蠍會略勝一籌。雖然金牛嘅抗壓力強，但係好容易喺天蠍嘅佈局之下，不知不覺咁被牽住嚟走。天蠍對金牛嘅總結：天蠍同金牛嘅關係從來都唔激烈，但係就四圍都隱藏住張力。佢哋都重情，亦都固執，愛得深，守得穩，但同時都唔識退讓同埋鬆手。無論係感情定係合作，佢哋之間都可以維持住一段長時間嘅穩定狀態。不過呢一種狀態一旦被打破，就好難再翻去最初嗰個起點啦。其實佢哋唔係冇默契，只係各自都太過堅持自己嘅信念，所以好難真正融合。佢哋都識點樣去守住一段關係，但係就未學識乜嘢時候應該放低少少自己。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下一次你想睇邊兩個星座嘅對碰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仲有，記住訂閱、點讚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觀賞，再見。